屏东县长潘明安甲 ICA 巧克力比赛主席15号进行视讯记者会，会上两个人宣布，2019年世界巧克力比赛亚太区正式开始。这一届呢是为期1个月这巧克力比赛，伫长期推行可可的屏东来举办。除了希望参加比赛人会当做出特别的巧克力以外，嘛希望讲会当透过比赛将屏东的可可撒向国际。 2019世界巧克力豆大赛亚太区，就伫屏东来举行。15号迄天，屏东县长潘明安透过视讯记者会，和 ICA 巧克力豆大赛的主席共同来启动竞赛。 世界巧克力豆大赛从2012年开始举办，甲全球分做美洲区、亚太区、比利时区，拢总有10几个区域咧进行评选，选出区域代表了后，搁进行全球的决赛。巧克力豆大赛的评审团嘛是聘请巧克力豆的专家、食食评论家来组成，希望透过因的专业能力，会当选出年度上有风味的幼乳巧克力豆。屏东县政府非常荣幸的在。 水土保持局，包括各委会的协助指导之下，连续第2年来主办世界巧克力，更让我们的业者可以跟国际的交流。这摆有1个月的亚太地区竞赛，伫长期种可可的屏东地区来举办。除了参加比赛的人会当利用可可的差异来制造出特殊的巧克力豆，会当伫大赛内底展现较出色的，嘛希望透。